2026年大灣區最大嘅商機係乜嘢？香港本土市場增量有限，想殺入內地又驚唔識新政策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廣中心聯合珠海市深度聯動，打通珠港交流渠道，為兩地企業家搭建高效對接港澳資源，拓寬發展視野，高度重視港人宜居宜業、港企發展，持續推出創業補貼、落地扶持等惠民惠商政策，全力幫港人港企喺珠海搭建事業平台，安穩生活。今日帶你睇下行業大佬點講。今日好開心啊！可以請到3位大咖嚟幫我哋分享佢哋成功嘅創業經驗。我發覺原來咧，我哋香港人嚟到珠海係一個被重視嘅行業。咁我覺得對於企業家嚟講，呢一樣就好緊要。點解佢哋同大灣區同埋香港嘅優勢咧，就係值得我哋新創嘅年青人咧去思考嘅。香港嘅企業，佢哋可以多啲考慮嚟緊，尤其係珠海呢邊各地。2026年大灣區融合發展全面提速，香港嘅國際視野、內地嘅超大市場，兩地資源精準互補，相互賦能，早已係不可逆嘅大勢。雙向共贏，順勢而上，先可以牢牢捉住大灣區嘅紅利，助力兩地企業做大做強，推動內地經濟與港澳深度融合、高質量發展。